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6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庆祝儿童节，台南市政府上午伫主席高中举行115年度模范学生表扬大会，表扬全台南市国小选拔的模范学生。市长黄伟哲亲身为354位模范学生颁奖，鼓励这群优秀的学生，伫进入高中以后，
会当继续好好啊学习，成为社会未来栋梁。115年度模范学生表扬大会26号伫朱济高中盛大举行，市长王伟霆也亲自为全市354位模范学生颁奖，并以合影留念。受奖学生伫台顶摆出各种姿势，自信展现光荣时刻。好，请公布小地区报警，漂亮好。今天也是同学，不仅是同学荣耀的时候，也是家长荣耀的时候。因为各位同学都是最优秀的同学，那受到学校选拔出来成为模范生。面对来自台南市，不只是来自学校同校的竞争，来自全市的竞争，将来会来自全国的竞争，以及你要跟世界许许多多其他国家优秀的同学的竞争。各位同学，未来这个世界是为各位而敞开的，也希望各位同学现在是最优秀的同学，也一直能保持最优秀，在学业，在这个做人品，以及在我们非常德智体群美五育中间，各位都是，也期待各位都是有最好的表现。教育局长陈升辉强调，模范学生表扬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建立学子楷模，塑造见贤思齐、优良校风。评审的标准除了是传统的敦品礼盒，更注重在自主学习力甲社会实践力。不只鼓励学生在学术之外，也当增进良好品格甲终身学习精神。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的农省外销国外又个传出好消息，今年第一批冷冻的酸鸭将成功销往日本。市府农业局伫麻豆立恒牧场举行丰柜记者会，由市长王伟霆亲身主持，并且完成丰柜仪式。选过头一批7000公斤高品质的冷冻爱文酸鸭将正式开运。市府积极推动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拓销到日本的市场，透过参与东京食品展，佮着前进东京的晴空塔、熊本佮群马等所在，开拓通路，并且直接佮当地消费者来接触。即届冷冻酸鸭的外销，嘛是参与东京食品展的重要成果之一。第一批7000公斤的冷冻酸鸭，日前嘛举行丰柜来开运。台湾季算不算？算。绿园牧场算不算？算。这一柜预计我相信很快就会销售完了，因为在东京晴空塔底下的台湾季每天大概有将近10万人的进出，非常热闹，比起台湾的这个夜市还要热闹。那所以说消费力非常惊人。那我们今年第一柜先销售冷冻芒果，除了冷冻芒果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农特产品也经过台湾季公司他们精心挑选的。那也一方面试一试市场的水温，一方面也直接面对消费者。面对消费者的部分是最实际的。这个广告打得再响，这个花钱花得再多，但消费者喜欢青睐，这才是最重要的。那通路商也很重要，我们农民生产出很好的农产品，透过像绿园牧场，还有台湾季这样的通路商，能够两边能够结合起来，然后提供给日本的消费者，以及去晴空塔玩的观光客最棒的台湾季的享受。市长表示，即届除了冷冻的酸鸭，甲着相关的果品以外，同时嘛搭配侪项台南农特产品来进行测试，甲着推广，并结合台南的小吃元素，希望提升整体行销效益。伫4月4号，东京晴空塔登场的台湾季活动，因为人潮多、消费力强，相信这批产品真紧就用个销售一空。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台南市第18公设民营的托婴中心正式伫永康南湾设立，这是委托嘉南药理大学经营管理，预计收托20位，满2个月到未满2岁婴幼儿，免就幼童每个月费用只要9000块。
即座位伫台南延康南湾的德功能活动中心，嘛是社会局公设民营的第18处托婴中心，来回应当地托育的需求等亲子支持服务。24号伫市中黄伟铁等民代贵宾的见证，正式幸福开幕。3、2、1，请拉绳！请现场贵宾朋友用最热情的掌声祝福台南市。这个地方总共可以容纳20名这个婴幼儿哈，那这个非常感谢我们江南药理科大的老师跟同学以及所有专业的人员进驻，能够帮忙照顾我们的孩子。那总共台南市现在总共可以接纳300多位的这个婴幼儿在托婴中心里面，但是呢，加上民营的托婴的量能以及到宅服务的托婴的量能，事实上可以大幅降低父母亲的这个 loading 跟他们的负担，那所以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有接受专业的人来照顾，自己本身又可以在职场上来继续努力。南湾托婴中心是委托嘉南热力大厦经营管理，预计收托20名满2个月到未满2岁婴幼儿。目前市面上收费标准有明显落差，每一名幼童每个月对7000到25000块拢有。南湾家收费才9000，就希望减轻父母的负担。社局表示，为了持续提升托婴服务，今年度已经规划伫北河、麻豆、新市、善化、安南以及北区，各在启用7处。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刑警大队日前侦破卖毒的案件以后，佮持续追查，结果发现48岁女子甲47岁男子伫彰化、云林、嘉义佮台南4县市建立庞大卖毒网络。经过长期的搜证，伫嘉义顺利将这对卖毒的男女朋友顺利逮捕到案，并且查到市价超过280万的毒品。台南市刑警大队长时间跨县市搜证，成功掌握这对卖毒的男女朋友。日前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伫嘉义西区将这2名嫌犯逮捕到案，并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1亿毒品，甲现金31万等证物，预估毒品市价超过280万。沈姓女子伙同郑姓男友在云嘉南及彰化地区贩卖毒品牟利，且为规避警方查缉，经常更换交通工具，并随机入住各地旅馆藏匿行踪。专案小组不畏辛劳，多次跨县市跟监搜证，并调阅监视器分析比对，掌握2嫌动态。见时机成熟，于2月初在嘉义市展开查缉行动，将沈郑2嫌缉捕到案。其中姓4名女性嫌犯，才交保几工就去卖毒，甚至1礼拜被查扣3摆，只怨叹家己是犯太岁。警方表示，未来将持续追查，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伫去年首次举办热狗杯跳不趣味竞赛，引起热烈的回响。今年第2届将规模甲奖励全面升级。4月25号将伫虎头埤风景区热烈登场，因为名额有限，要报名的民众卡手就要紧。由市府观光旅游局举办2026虎头埤水域里热狗杯跳不趣味的竞赛。今年已经迈入第2届，市府为了持续打造跳舞的友善环境，今年活动不但规模扩大，而且奖励嘛大幅度来提升，活动总奖金高达3万以上，欢迎毛孩的家庭踊跃来报名参加。其实虎头埤山光水这也是全台湾第1个水库，
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那没有错。但是现在不仅是老年人喜欢，少年人喜欢，青年人喜欢，现在连狗狗都很喜欢。所以我们特别去年举办了热狗杯第1届受到非常非常广大的欢迎。那今年举办第2届，所以狗狗的这个比赛还有狗狗的这个走直线的部分还有都很多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看。那除了狗狗之外呢，喵星人我们也举办了犬猫的这个认养这不仅是我们就是说以认养代替买卖，那能够让狗狗找到一个安稳的家。所以我们动保处也跟很多我们的志工团体跟公民团体合作，一起来在虎头埤举办认养。热狗杯宠物趣味的竞赛，在去年首次举办时，引起民众热烈的回响。今年开放中型犬甲小型犬各100组的名额，对今日起开放线顶来报名。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去年的冠军犬哈库嘛由着主人走来现场，甲市长来互动，模样相当的古锥。活动当中除了有趣味的竞赛，另外还有宠物的主题市集，甲动保的领养等，希望透过活动串联观光产业，甲生命教育，互更多人认识动物的友善理念。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高雄盐埕老庙头前有一间营业超过50档的古早味小店。不只有卖肉丸、甲碗粿，阁有一道是去日本学来烧麦，也真受到娱乐，是在地人大力推荐的盐埕巷弄美食。蒸笼里排列着一颗又一颗扎实饱满的肉丸，伴随着竹子的香气阵阵飘散，相当诱人。这家隐身在高雄盐城庙旁的古早味小吃，店里主打肉丸、烧麦、碗粿简单的3种品项，但制作选材绝不马虎，让许多在地人一吃成主顾。肉圆店很好吃啊。那个肉很多啊，都是现早上现宰猪肉现做的。阮兜的肉丸拢，逐日拢卖甲无够的啦吼，拢无爱剩假卖啦。啊，阮的米拢正宰来米啊，粉比瓜粉番薯粉拢用的上好的。啊，肉是迄落市场拢正台湾猪的啊。啊，是你拢是逐工透早去市场买嘛？唔免啦，买了熟悉，拢会甲阮客来。店里除了有顾客极力推荐的肉丸之外，还有这道造型可爱、受到许多客人喜欢的独家烧麦。但阿嬷笑着说，这一切都是秘密。袂歹啦，真好食啦！迄个啥，伊内面有几落种的物件咯，迄个烧麦，大家人客反应袂歹啦。阮兜的烧麦比日本学回来，这秘密这无啥会讲。一旁的蒸笼里摆放着满满的碗粿，从外观就能看到大大的咸蛋黄，还有香菇等诱人的配料。阿嬷对于碗粿的做工给料相当大方，真材实料的内馅和口感也让顾客回味无穷。我妈妈的母句甲我妈妈教，啊，我妈妈讲互我听啊，我就研究起，纯粹拢尖仔米。拢无黑白蓝粉的，阮的碗粿拢纯粹尖仔米。啊，恁的碗粿内底有包啥物料？肉、牛菇啦，啊咸蛋啦。为了养育家庭，阿嬷从妈妈的手上习得一番好手艺，如今和2位孙子一起经营这间已经有50年历史的肉丸店，让用餐的顾客不仅可以感受到祖孙的温暖互动，也能吃到充满回味的盐城好味道。记者洪俊杰高雄报道。桃园的中原夜市最近伫网络一直被点名，有民众翕下街道顶面出现真侪要过盘甲出租的字条，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是毋是夜市要收啊？对此，中原商圈创会理事长特别出面澄清，伊强调这只是市场的正常态换，甲历史中原夜市同款是人潮满满。热闹的桃园中立中原夜市，向来是年轻族群与大学生最爱逛的商圈之一。不过，近期在网络上却有民众发文指出，年后走访中原夜市，发现整条街变得超级冷清，甚至有不少店面张贴出顶让或出租的字条，质疑商圈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倒闭潮。针对网络上的不实谣言，
中原商圈创会理事长陈嘉欣亲自辟谣，强调商圈的现况并非如外界所传言的那般不堪。针对这一段时间的那个网络上面的不实的这个谣传也造成我们的一个困扰。其实，在中原商圈里面的一个中原夜市，每天的那个人潮都还是蛮多的。然后，当然是碰到这个下雨天呐，或者说是假日，下雨天跟平日跟假日的这个人潮的比例确实是有差别。因为所有以中原这边来讲，都是以年轻人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主要的对象所以平日呢，大家上班就是人潮会略微少一点点假日人潮就非常的多。因为你有出去，就一定有人进来这个就是说，看每一个人的你的商品的能不能受到这些年轻人的一个青睐如果说你的商品是能受到年轻人青睐，你在这边就自然就可以经营的很久。不管是在哪一个夜市，或者说是哪一个商圈，都是属于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汰换我就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中原商圈发展协会表示，商圈店家的更迭属于良性竞争，只要商品具备吸引力，就能在这里站稳脚步。而在地摊商对于网络上的倒闭潮说法，也感到相当无奈，纷纷跳出来替自己发声。顶浪潮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生意平常也是平常的量，假日的话都是一样爆满的。没有所谓的顶浪潮跟倒闭潮。中原夜市在假日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多的人潮，那并不会像说是网络上面流传的有这么多的倒闭潮。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来中原夜市逛逛，这边有很多好吃的、好逛的，那也多支持我们中原夜市。除了人潮与顶让的争议，中原夜市长期面临的合法化挑战也再次浮上台面。由于周边属于住宅区，摊贩设摊常面临违规取缔的风险。商圈发展协会其实早在民国110年就已经将相关文件送交市府申请合法化，但受限于现行法规中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的门槛过高，进度持续卡关。对此，桃园市经发局表示，目前正在研拟相关的应变与解套措施。就是说，他们在土地权利文件部分取得上面是比较有困难的。那其实，在经发局这边的话，我们大概也有去研拟、去思考的几个方向，可以去作为一个措施。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在他申请范围内，我们尽量挑选能够取得土地权属的位置来做划设。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目前也有在参考新北市的一个集合摊贩的一个管理办法。它里面也有提到一些算是折中的一个处理措施，比如说取得该路段60%以上的那个建物所有权人的同意。那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折中的做法的话，其实对我们后面的一些就是比较硬性的条件上比较没有，就是可能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再来就是说，针对摊贩集中区那个的部分的话，其实像我们也可以参考其他县市一些已经成功申请的案例，比如说像宁夏夜市之类的，那他们的相关一些措施也会纳入我们后面检讨的时候一些手段。经发局强调，由于牵涉到法规变更与政策层面，目前市府仍在持续检讨与跨部门讨论中，尚未有确切的时程表，但承诺会积极寻求共识。期望在维护周边住户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能协助中原商圈转型合法化，让这个陪伴无数桃园人成长的夜市能持续繁荣下去。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高雄天气降温以后，运量一直增加，所以必须爱购买新的车厢。但是今夜高达64亿的新车采购案。首度的招标，就因为无达到3间厂商投标的规定，所以招标无结果。高雄市政运局表示，将依照采购法的规定进行第2届招标。
高雄轻轨增购列车统包工程今年1月公告招标，预计采购14列新车，但开标后因未达3家厂商投标规定，招标没有结果。由于轻轨运量不断增长，民众对轻轨期待也更多，尤其是尖峰、离峰班距都能再缩短，提升搭乘效益，也希望增购轻轨列车第2次招标案顺利完成。很好啊，因为每次如果来高雄参加演唱会活动，或是来高雄开会的时候，如果坐捷运当然很方便，但是轻轨的时候那个班次太少，大概15分钟才有一班，你就要耗很多时间等待，所以增加班次当然是更好。有，我觉得很好，这样去看演唱会也很方便啊，对，多增加班次啊。高雄市捷运局说明，高雄轻轨新车采购案第2次招标已公告，预计在4月底进行开标。因为民众啦、市民朋友，大家对于我们轻轨的一个那个列车的那个提供的这个服务的又有更多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有一个轻轨的购车计划。那我们也在今年那个新年我们就已经公告啊。那当然目前那个第1次公告因为按照采购法，我们必须要有达到3家当然有兴趣的厂商那个是不少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一个程序上面的一个完成。那目前我们现在已经那个第2次公告就从今天3月16号开始，那预计在4月底我们就可以做开标。捷运局表示，轻轨现有24列车，尖峰班距10分钟，离峰15分，计划添购14列新车，让整体车队规模达38列。在新车加入后，估算营运尖峰班距可达6分钟，离峰8分钟。如有大型活动等运输需求，也更有调度空间。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
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